粽除了有南部粽甲北部粽以外，最近几档嘛出真侪真有创意无共种的粽。基美医学中心营养科要提醒大家，伫5日节包粽的过程中，除了做好防疫卫生以外，嘛要注意量够健康。挑选种类健康食材，种植的种类琳琅满目。以广式果珍粽举例，一颗就有将近1000多大卡的热量，鲜热热量避免过量。大多数的咸粽热量约落在500大卡上下，而北部粽因为烹调方式的不同，油脂含量较多，所以热量会比南部粽高哦。若是市售的粽子，先仔细看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示，建议一颗粽子不要超过600大卡，而且以取代正餐为主，不要当成点心，1天1颗即可，避免摄取过量，造成热量超标哦。粽除了爱好食以外，咧食粽的时阵，大家嘛是爱注意到粽本身的卡路里，佮有内底的料，唔通放伤济。粽内底会当加较侪青菜水果，嘛会当甲传统的肥肉换成鸡肉。伫饮料的部分嘛爱特别注意，因为饮料钠含量较悬，食伤济可能会提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。